生活中藏有很多的科学，抬头看看天上的星空有科学，感受微风的吹过有科学，听见虫鸣鸟叫有科学，就连你现在看的电视也是科学，很不可思议吧？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有关科学的故事，敲开你的科学脑吧。你是我的花朵，好开心哦！开始了。Hello， 大家好，我是爱说故事的种子姐姐。今天种子姐姐要来和你分享好听的故事哦。除了听故事之外，我们还要一起玩科学，用在家里就可以找到的材料一起做实验。今天我超幸运的，在过来的路上，我在天空上看到漂亮的彩虹耶！对了，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玩颜色吧，一起玩颜色花朵魔法师。可是我今天只准备了3个颜料哎，这样怎么样才能做出魔法药水啊？想想看，对了，我知道了，只要准备红色药水、黄色药水和蓝色药水，就可以变出彩虹的颜色哦。走吧，我们先去准备材料吧。噔噔，准备的材料有7个透明的杯子、3个颜料、搅拌棒，还有6张纸巾。我们要先把水放到4个杯子里面，放相同容量的水哦。现在我们要把颜料滴进去了。我们先滴红色的颜料，1滴、2滴。先把红色的颜料滴在第1个杯子里面，还有最后1个杯子哦。1滴、2滴。再来是黄色的颜料，黄色的颜料我们要滴在第1、2、3第3个杯子里头，1滴、2滴。再来是什么颜色呢？是我们的蓝色。蓝色的杯子要滴在哪里呢？1、2、3、4、5，第5个杯子。1滴、2滴。哇，颜色都进去了耶，好漂亮哦！我们可以拿出搅拌棒，把它搅得再更均匀一点哦。黄色也出来了，好漂亮的颜色哦！再来是蓝色，帮它搅一搅。现在我们已经出现了3种颜色的水杯了，红色、黄色跟蓝色。现在拿出你的纸巾，总共有几张呢？1张、2张、3张、4张、5张、6张。现在我们要把纸巾折一折哦，折成长条状的。折成长条状。然后再把它对折一半，这边的角角可以往下压一压。现在我们要来开始今天好玩的地方喽，彩虹桥要放进去喽。好，我们之前已经先把它纸巾先折好了，现在我们把纸巾都把它放到杯子里面。然后另外的2端放在第2个杯子中间的杯子里面。好，再来第3张纸巾，一头放在黄色的颜料里，另外一头放在透明没有白水的透明杯子里。第4张纸巾，一头放在蓝色的颜料水杯里，另外一头放在第4个空杯子里。
第5个纸巾，一头也是放在蓝色颜料里，另外一边放在第6个透明的杯子里头。好了，最后一张纸巾，一头放在最后一杯的红色颜料里，另外一头放在第6个透明杯子里。哇，我们可以看看颜料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就来等待一下咯。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啊，都住着彩虹哦，它控制着我们的情绪，会让我们感到开心，也会让我们感到，好伤心哦。有的时候还会让我们觉得生气，你在干嘛？讨厌，觉得很不开心。有的时候又会让我们觉得，为什么你要欺负我？会觉得好伤心。有的时候啊，又会让我们觉得，好害怕，好恐怖哦！想要找个洞把自己关起来，走开走开，不要靠近我。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颜色呢？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今天啊，有一只颜色怪兽，它的心情糟透了。一觉醒来，它发现自己变成了5颜6色。天哪，怎么这么多的颜色？好生气哦，好生气哦！好伤心，好伤心哦！好可怕，好可怕哦！到底怎么会这样啊？我们需要练习把心中的情绪像颜色一样分类出去，像颜色一样分出红、橙、黄、绿、蓝、靛、紫。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情绪，就可以学着如何调节跟控制它哦。面对心中那负面的情绪，可是一项能力大挑战啊！大人到现在都还在学习哦，学习面对心中的喷火龙，就像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也会因为一些事情变成气噗噗的喷火龙啊！好啦，现在让我们用神奇的花朵平复一下混乱的心情吧。准备的材料有水，还有一个盘子，记得盘子要有一个深度哦。再来，再准备你喜欢的色纸，还有一把剪刀。你想要什么颜色呢？我想要带有一点忧郁的蓝色。再挑一个颜色，你想要什么颜色呢？我想要一个被爱的感觉的颜色，粉红色。你也挑好你要的色纸了吗？现在准备好2张色纸，我们要来剪纸花咯。一张色纸现在是什么形状的？是正方形的。我们要把它折成长方形哦。先是角角对角角，然后在桌上压紧，一个长方形就完成了。再来，我们要把它再变回正方形哦，把它变成比较小的正方形，一样角角对角角，要把它压紧，变成小一点的正方形。好了，现在要看清楚咯，这个步骤，开口在上面，开口在这里，折过来，
开口有没有在上面呢？我们现在要把它分成3等份喽。这边折过去，一手，这里也要折过去哦。一手，一手，折好了吗？可以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把它折得更细哦。如果压不下去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剪一个漂亮的花瓣，可以去找一个色笔，画一个兔子耳朵的形状。噔噔，那我们把它剪下来喽。记得这边可不要剪断了呢。好，开始喽。沿着我们刚刚画的线，把它剪下来，剪出花瓣的形状。你的花瓣也剪好了吗？现在我们要打开喽。噔噔，再来，再打开，一朵蓝色的花就完成了。现在我们要把花瓣往内折喽。可以间隔的折，这样待会儿花朵盛开的几率，成功几率就会比较高哦。像这个样子。再来，我们再把剩下的花瓣也往内折吧。嘿嘿，完成了，你也完成了吗？现在我们要把水倒到纸盘里喽。在倒的时候啊，要轻轻的，不要让水溢出来喽。噔，好，水倒进去以后，重要的时刻就来喽。我们要把刚刚折好的花朵摆进去，注意看哦，待会会发生什么神奇的事呢？我们一起数，3、2、1，3、2、1，你有看到吗？哇，花瓣都打开了耶！粉红色，还有蓝色的花朵都盛开了。你的也成功了吗？噔噔，经过了100分钟之后，哇，漂亮的彩虹魔法药水就出现了耶！还记得我们刚刚放了什么颜色在杯子里吗？放了红色、黄色和蓝色。原本透明杯子里的红色和黄色药水，因着毛细现象，颜料啊就跟着纸巾被吸到原本透明没有水的容器里了。而红色和黄色混在一起，变成了什么颜色呢？橘色。黄色和蓝色混在一起，又变成了什么颜色呢？没错，就是绿色。那蓝色和红色混在一起，又变成了什么颜色呢？噔噔，就是你看到的漂亮的紫色。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里总共有几个颜色呢？红、橙、黄、绿、
蓝、紫、红。哇，有1、2、3、4、5、6种不同的颜色哦。现在来，我们再看仔细一点，你可以观察到每一杯的水位都是一样高的耶。Welcome back, babies! 宝贝们，欢迎回来。I am Sunny Girl Miss Cindy. How are you today? 我是阳光女孩Cindy老师，今天过得好吗？ Yesterday, we learned one of my songs called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but we only learned half of the song. So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hole thing and dance with the video at the end. 昨天呢，我们学的Cindy老师的《阳光女孩的梦想世界》歌曲的前一部分。今天呢，我们会把整首曲子学完。学完后呢，我们会跟着影片从头到尾的把它跳完。我们先来 review 昨天的动作。Let's review yesterday's dance. Let's do it slowly. 慢慢的跳。5, 6, 7, 8. Welcome to Sunny's Girls Dream World. SUNNY GIRL. My friends and I strive to always do our best. Come join us and have some learning fun. 开始拍手喽 Clapping. Welcome to Sunny's Girls Dream World. SUNNY GIRL. My friends and I strive to always do our best. Come join us and have some learning fun. 1, 2, 3, 4. So, did you remember all the dance moves? 有没有记得昨天学全部的那个舞蹈动作呢？我们现在来学今天以后的曲子。Now let us dance the rest of the song. 让我们现在跳曲子后面的一些舞步。再来呢 ，We love to sing, sing, sing. 我们爱歌唱。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在原地跳。We're going to dance up and down. While we do that, our hands are going to put in front of our mouth like this. 我们会把我们的手打开，放在我们的嘴巴旁边 like this. 所以舞蹈的动作是 sing, sing, sing. We're gonna dance and shake. 再来呢 ，We love to dance, dance, dance. 我们喜欢跳舞的时候呢，往右边把我们的右脚伸出去。We're going to move our right legs out like this. Shake, shake, shake. 然后手呢握拳 ，Our hands are going to be in a fist and shake to our right like this. 这就是 dance 的部分。再来呢 ，shake, shake, shake 的时候，摇摆的时候。We're going to put our right legs to the front, like this. 脚往前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往前面跟后面摇摆。We're going to shake to the front, and then shake to the back. Same thing for the other side. 再来呢，同样往另外一边动。我们的左脚往外出去，手握拳 to the fist and shake to your left. Like this. 再来呢，也是左脚往前。We're going to move our left leg to the front like this and shake to the front. 摇摆前面，再往后摇摆 shake to the back. Let's put this together. 我们把它整个跳起来了。5, 6, 7, 8. We love to sing, sing, sing. We love to dance. Dance, dance. We love to shake, shake, shake. 还有一个动作 ，Come join the fun， 跟我乐趣 ，Come join the fun with us。继续 ，With lots of fun, fun, fun. We hate to be bored, bored, bored. We have so much more, more. And stop.
的时候手打开 ，Star， Hooray！ 左手放在旁边，右手往上指1 ，Hooray！ We have one more dance move for the intros of the music。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舞步呢，是在我们音乐间奏的时候跳，非常简单 ，very easy。第一个动作，原地踏步跟拍手，跟刚才之前学的。First dance is also jogging in a place and then also clap your hands like this. After that, we are going to open our arms and move to our right. 再来呢，我们把手打开，往我们的右边 like this. 再来，手伸上去，左手上去，叉腰。再来呢，拍手。We're gonna clap, then move to the other side， 左边 like this， 然后往右手往上，我们的左手叉腰。Are you ready to dance the whole song？ 准备好要跟整个影片跳了吗 ？Let's go！ Welcome to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SUNNY.GIRL. My friends and I strive to always do our best. Come join us and have some learning fun. Welcome to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SUNNY.GIRL. My friends and I strive to always do our best. Come join us and have some learning fun. 1, 2, 3, 4. We love to sing, sing, sing. We love to dance, dance, dance. We love to shake, shake, shake. Come join the fun with us. We're lots of fun, fun, fun. We hate to be bored, bored, bored. We have so much more, more in store. Hooray! Welcome to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SUNNY.GIRL. My friends and I strive to always do our best. Come join us and have some learning fun. Welcome to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We love to sing, sing, sing. We love to dance, dance, dance. We love to shake, shake, shake. Come join the fun with us. We're lots of fun, fun, fun. We hate to be bored, bored, bored. We have so much more, more in store. Hooray!小朋友听完今天的科学故事，再加上动手 DIY， 你一定有哇，原来如此和收获满满的感觉吧？赶快把你的作品秀出来，请上传到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网站，等你哦。